哎，家里就剩这一位了，你现在拿着，明天我让财务再给你转。已经够了，明天我把欠条给你送过来。打什么欠条啊？先拿着用呗。那还有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跟你在相处上咋样了？还行。我见过他几次，好多人说他挺多人追的。我跟他也就见过一次哈。你要是跟他有什么生意上的合作，我劝你还是注意点。就是你这个人心眼太实了，我怕你被骗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没啥可图的呀，你看要长相没长相，这要钱也没钱的，是吧？行，这个拿着。天冷了，我感冒了。我东西你还没扔啊？我不是没来得及扔吗？